市府觀光旅遊局營運市場對着台灣大數甲着戶外旅遊的需求，推動性別友善的旅宿認證以及露營場的標示牌，希望打造旅宿業甲着露營場的留宿魅力。歷經首次舉辦性別友善旅宿的認證，總共有36間旅宿業者通過認證，已完成露營場設置登記的有13間。由着副市長葉鐵山代表市長來頒發認證，甲着標示牌。今天這一個認證的頒證，其實是台南在觀光旅遊產業上新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里程碑。一個是包括我們的所謂的性別友善的旅宿的這個認證的部分。那我知道這個認證其實觀旅局非常的用心，進行了我看大概有2年的時間。從輔導課程到真正的整個認證的過程當中，那我知道有一些參與的一些學者專家都跟我說，哇，台南市這一次的認證是最為嚴謹的，所以我想要獲得這樣子的認證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過在一個國際世界的一個潮流，對於所謂的多元性別的認同上，其實是一個國際的觀光旅遊城市非常重要的一個表徵。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露營的一個所謂的標示牌的一個取得。那我想這個是台灣第一個所以林理事長之前我記得我們在長榮大學遇到的時候，他就有跟我提到說，他們希望有一個比較有制度性的一個規劃，那也可以讓目前大家對於所謂的合法的露營區有一個讓民眾很容易識別的一種方式。那我想今天終於走出了這一大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市府透過公私協力，結合台南市民俗文化發展協會、旅館業商業同業公會，甲着台南市露營協會等全力來支持，希望滿足各族群的住宿需求，共同打造安全、尊重而且個友善多元的旅遊環境。台南新聞林跟採訪報道。